台中中区最近有厝主当咧拆厝，当咧整地，所发现哪像是古迹的建筑物。文书团队讲，经过比对，有可能是伫咧日本时代1920到1930年中间的护国山台中市。台中市府今嘛就讲，已经请厝主暂停拆厝，也刷落来会启动文化资产的调查程序。 圆形的厝顶，外口阁有佛教标示，这栋看起来亲像寺庙的建筑，最近伫台中市中区成功路的一处巷仔被发现，嘛引起居民的讨论。我们在这里这么久了，也不知道说他拆的里面是这个。 他就是把里面的赃物跟那一棵大树做清除，才发现后面有这一栋的建筑物。 里长表示，这个所在原本是废弃的铁皮厝，长久以来就是真垃圾的所在。市府发函要求所有权人来拆除整理。18号动工了后，21号就通报出现疑似古迹的建物。市府嘛，伫22号进行现勘，而文书团体推测，应该是兴建伫1920到1930年间护国山台中市的建筑体。 觉得说，其实，在台中这样子，过去战前日本时代的这个日本寺庙相关的建筑物，尤其像这样子的结构，其实相对是比较稀少的。文献公伊是1903，如果是台中市伊是公1903嘛，啊显然，即摆看到的迄个铁啊，毋是迄个时阵的啊。 文书团队表示，这栋建筑应该是日治时期用来奉安或者是拿骨之用，建建当地宗教以及家仔的发展所。不过，文资审议委员态度是相对较保留。而台中市文资处表示，已经启动相关的文资保护程序。必须要提送我们的审议委员会来做审议。那如果说它有符合相关文资法相关的古迹指定的基准或者历史建筑登录的基准，那才会去把它。 指定或登录为文化资产。台中市文资处表示，已经要求施工单位来暂缓拆除，而且甲所有权人来进行讨论，而且启动文资调查研究程序。而若是有必要，嘛依照文资法启动暂停古迹的程序，时效是6个月到1年，来确定建物是毋是有文资的成分。公视新闻台中报道。